昨家己中部有2个高中生放学了后，烧焦去溪边耍水，其中一个煞无张持滑落去水里，另外一个是赶紧去通报。不过一直到今仔日中昼，搜救人员是拢也未找到人。9月19透早6点，空袭机顺赤兰溪大范围咧超找，水面上是有消防人员坐橡泥船沿水隙咧找人，也佫有穿装备的救援人员插入去水底，家属是找来高中生的物件来到岸边大声甲叫。了解是国中生到这个赤兰溪的水域来做一个戏水，那溺水的民众是不谙水性的，那可能在这个石头落脚中这边滑落之后就没有上来。嘉义县中部乡赤兰溪9月10日下晡，有2个高中生放学了后烧焦去耍水，其中一个较唔知水性的全失踪，朋友赶紧报警察，警消人员第一时间就来超找，也毋过到迄天暗时也是找无人，因为天色愈来愈暗，溪水搁涨悬，所以困难度变悬。家属同意19早起搁再来搜救。今天早上也到这个水域来再次的。会同家属及相关搜救人员进行，包括水下的救生人员，包括无人机搭配的方式来进行沿岸的搜索嘉义县消防局表示，早起派19人次消防人员，佮加上橡泥船甲空袭机来找人，一直到19个中昼一刻进前也未找到人，也提醒赤兰溪是属于危险的水域。虽然讲好天看起来水面真平静，也毋过最近山区定定有西北雨，大量的水流去水尾，可能会造成水位涨悬，是真危险，所以民众都爱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